报道。AIT 的主席罗森伯格访问台湾，初七下晡有甲新北市长侯友宜见面，佮去宾客放天顶。侯友宜嘛讲有拜访美国的计划。副总统赖清德昨冒带罗森伯格去台南佚佗食点心。那今仔日罗森伯格是按算甲郭文德见面。台美交流，友谊长存。欢喜用毛笔伫天顶写英文祝福。AIT 理事主席罗森伯格此行来台，初期会见头一位总统参选人，就是新北市长侯友宜，两个人下道，那伫市政府会面，讲到台美交流甲两岸关系，暗时搁到北客放天顶，真侪位国民党立委陪同出席，活动继续到半暝结束。昨天的气氛非常好。双方做非常好的沟通。据了解，伫暗宴场下，侯友宜公告接落来要访问美国议题，罗森伯格也对此表示欢迎。国民党积极备战，筹备中道国家是头一摆举行，由党中央立法院党团、智库甲校团队的四方会谈，希望下当就中国较强的共识，就选战制造甲策略有所讨论。前一天才见完侯友宜，副总统赖清德车备早起，就带罗森伯格游台南，头一站前往基美博物馆。罗森伯格不时欢喜大笑，赖清德也介绍大天后宫甲老街。罗森伯格体验野香参拜，也食在地美食，也个古早味的当归地。It tastes good. Yes, it tastes very good. 赖清德顶摆已经甲罗森伯格会面过，即摆以文化交流，希望互罗森伯格留好的印象。也毋过早起国民党所召开记者会，质疑赖清德无要讲中华民国宪法，搁改讲和平保台。赖清德办公室反过来批评，指控完全背离事实。国民党整个党老三便当吃太多，所以他们现在找不到主题了。罗森伯格有计找到甲民众党主席郭文德会面，此行甲哪六位总统参选人都有接触，也为未来可能的访美计划先做讨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